下了丰盛的水流，你不再忧虑你先前所忧虑的事。耶稣说：孩子，孩子，把忧虑卸给我，我就顾念你。哈利路亚！你会听见耶稣对你说：你要因我而欢欣喜乐，并且满满的恩典在你的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对你说：你是那配得福杯满溢的儿女。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他要对你说：孩子，你的疾病得医治了。阿们！不要再怀疑。哈利路亚！主耶稣说：我为你钉十字架，我死而复活，你的疾病也要从过去到现在，你的疾病也要得痊愈了。哈利路亚！感谢主。这个时候我们用主祷文，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不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我们要不要对焦于他？所以我们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不论是用口，我们也可以用手，用我们的脚来敬拜他。阿们，阿们。所以你跟旁边，你跟他说，我们全身都要来敬拜神，我们全身都要来敬拜神。再来，你跟他说，专注于神，把手机收起来。专注于神，把手机收起来。阿们，哈利路亚！我们要活出得胜有余的生命。阿们吗？阿们！再次转向你旁边，跟他说：我们热情来赞美神。我们热情来赞美神。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云出国主带领，甩开不幸只宣告你的话语，在巨人面前得胜有得胜，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去，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们设宴席，这是我的神的宣告。
们的赞美就带来得胜的生命 ，Amen 吗 Amen 而且我们的赞美要让每一个家庭都经历到神迹奇事 ，Amen，Amen。直到我们来赞美的时候，我们就带着信心来宣告。愿赞美充满每个家，愿喜乐充满我心，愿万物都尊重耶稣，让我们献上祈求，从高
转向你旁边的人，跟他讲说：你的跳舞，你的歌唱非常的美，非常的美。哈利路亚！今天早晨我们要一起用一首新歌来赞美、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要宣告，我们要在街头上传扬他的福音，我们要将福音广传出去，让每一个家庭都领受到耶稣的爱。 Amen 吗？ Amen。 我们一起用这一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开始可以来听我们的乐团来唱。我要高举宣扬耶稣生命，世人的心灵都要聆听，在他同在里充满了平安，宣扬耶稣。我要高举宣扬耶稣生命，黑暗枷锁就开始崩塌，宣告有盼望自由的生命，宣扬耶稣。你名是全能，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阴雷都打破，黑暗都照亮，烈火燃起。我要高举宣扬耶稣生命，胜过一切恐惧和忧虑。
的黑暗势力。哈利路亚！为我家人宣告主耶稣的生命，耶稣。我们要为我们的家庭来宣告，让我们全家都能够认识耶稣，并且我们的家所宣扬、所传递的就是耶稣。阿们。当我们的家都在诉说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家就是平安，就是健康，就是喜乐的家。阿们。感谢主。这个时候我们要来 RP 区的祷告，我们来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2025全家归主。阿们。倘若你还没有信主的，下个礼拜是受洗的时刻，是一个非常美丽、最适合你的时刻。所以我们要渴慕求神来让我们为家庭祷告的时候，你成为那个见证者。阿们。所以现在我们要来为我们的家庭来代求。我们现在来找一个一个来 RPG， 好吗？我们有新人在我们当中，我们呢，我们会的我们的组长来带领我们的新人朋友，来带领他们 RPG， 来为他们祝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周边，你就来跟他祷告，两个人的祷告，生命就在其中。哈利路亚。为家庭，我们的家庭需要耶稣，我们的家庭有了耶稣就有了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为我们的家祷告。主啊，因为我们的家是我们所依靠的，我们爱我们的家，无论我们的家有什么样的分裂，有什么样任何的问题，然而主啊，你却爱我们的家，你看顾我们的家庭。主啊，我们要每一个人都健康，我们要每一个我们的家人，每一个人都是喜乐，都是光明的。主啊，当我们为我们的家全家得救，全家来信主来向你祷告。主啊，在现场所有的弟兄姐妹，主耶稣，你已经看见、听见我们的声音，你就必回应。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你定是全能，你定是医治，你是生命。我们一起来，
会战胜一切的仇敌，为我加倍宣告主耶稣的生命，耶稣。你名是全能，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哈利路亚！阴雷都打破，黑暗都照亮，烈火燃起。是全能，你名是全能，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阴雷都打破，黑暗都照亮，烈火打破，黑暗都照亮，阴雷都打破，黑暗都照亮，阴雷都打破，黑暗都照亮，烈火燃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跟旁边的你跟他击掌一下，你跟他说，你得医治。你跟他说，你是光明的。你再跟他说，黑暗罪恶都离开你了。黑暗罪恶都离开跟他拍掌，跟他拍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活着就是要过着这样的生命，不是在委屈、压力、压抑、病痛当中。是，所以我们怎么样活出这一种属天荣耀的生命、天国文化的生命？就是天天要把神的话语吃进来，天天要做得胜的宣告，天天赞美。所以礼拜天是你充电的时间，礼拜天一定要回来守主的圣日。阿们。你跟旁边，你跟他说，礼拜天是你充电的日子。好，然后你跟他说，不能缺席，来，阿们，一定要出席，跟他说，一定要出席。阿们。这是神他定义在这一天要为这一个日子祝福，所以凡来教会敬拜他、守这个圣日的，神就祝福你。所以你跟旁边，你跟他说，你得很大的福气了。哈利路亚！把一切掌声都归给神。哈利路亚！大家请坐。攻读圣经，圣经记载在士师记3章7到11节。士师记3章7到11节，我们一起来攻读，请。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诸巴力和亚舍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美索不达米亚王古珊利萨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珊利萨田8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迦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聶。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美索不达米亚王古珊利萨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珊利萨田。于是国中太平40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聶死了。圣经攻读到此，愿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出他律法中的奇妙。现在请本堂周牧师来证道。牧师的讲道的题目是呼求与应允。
好，请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来，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人生的灯塔，能力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溢，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好。阿们，阿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并且来永光教会就是要这么火热，对不对跟隔壁说，我看到你的火热，就知道你是永光人。阿们。来永光教会的总要被这一份的热情所感染的，因为我们的神是热心的神，对不对？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对不对？而且要写得很大字，有没有？哇，在旧约里面都一直提醒我们，对，我们的神是有热心的，所以神在意你每一件小事，对不对？圣经岂不告诉我们吗？连我们头发他都数过呢。你有数过你的头发吗？你的头发跟你共存一辈子，不是吗？可能数过吗？只会看今天掉了几根，也没有算吧，对不对？但是神很在意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牧师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题目：呼求跟应允。呼求跟应允。我们知道在士师记，我们已经读进到士师记里面了那跟着进步这个速度走的话，我们都可以一起来经历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所以士师记也是历史书的其中之一。那士师记的开始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约书亚的时代的人已经相续的来过世以后，以色列人就进入了黑暗的时期。多久？350年了。哇，这是很久的一段时间然而士师记把这些的故事记载下来，到底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里面以及牧师的分享，我们可以一起来了解那士师记它起头就描述了以色列人的堕落。而且我们从今天所读的第3章开始，我们就发现都有一个重复的这样的循环在整个当中。所以接着就提到有7个循环，就是遭压迫被拯救，然后遭压迫又被拯救，遭压迫又被拯救，这样不断的循环在整个士师记里面载明了非常清楚，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来了解而这循环就是这样子：以色列人犯罪，神就兴起异族来奴役他们，然后呢，他们在痛苦当中就想到应该有一位神比我现在拜得更厉害的，所以他们就回转向耶和华上帝来哭求，然后上帝随时的即刻救援就来到，就把他们脱离这权势黑暗的权势恶者的刑罚然后呢，他们就可以得安息。但是在得安息过程生活越平顺了安逸以后，他们又怎么样？又重新来了，又来了。哇！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用士师记跟约书亚记来彼此比较的话，那你就会看见我们比较喜欢约书亚记。为什么？约书亚记就是我们的宣告，征战得胜，什么？得地为业，对不对？哇！所以约书亚记记载的就是征战得胜，得地为业。哇！神的应许祝福临到，哇！约书亚所带领的这一些蚂蚁雄兵，真的是成为神护庇他们的大能大力的一个雄兵所以我们就看见哇，在约书亚里面超感动的。但是到士师记以后呢，我们却发现什么？哇，真的糟了一直的挫败。所以如果用士师记，如果用比较神学的观点来看，把人跟神来做一个比拟的话，你就会发现以色列人拜
偶像开始，他们的道德就沦陷了，并且他们有不断的有暴力恶行在这其中，而这样引起的是上帝，他还是看见我们，还是看见他是一个信实守约的神，因为他跟他们的列祖有立约过，所以神依然守约，施行拯救在这其中，而且神的特质就是怜悯的特质的本质都在这其中不断彰显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看见士师记是一个败坏的一个历史，是一个黑暗的历史，但是我们在黑暗跟败坏当中依然可以看见神的爱，神的那个爱的蛛丝马迹，并且透过行动来表达他永远是不背约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求神帮助我们。好，所以如果要总结来说，约书亚记就是得胜的书卷，士师记就是失败的书卷。那依你来看，你喜欢什么啊？我们当然相信是得胜的，我们当然相信是得胜的，即便是有苦难来到，但是我们依然相信我们是可以得胜的。阿们。所以如果你在苦难当中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经历这位神的话，士师记可以多读一下，也不错，让我们更多的像一面镜子这样，让我们引以为鉴，并且可以成为借鉴，来提醒你我在信仰生活上是否真的有让神不喜悦的。那只要你回头，神的救恩就来了。这是我们从士师记里面可以来看见的。所以让我们成为基督徒的能够明白，罪恶罪过是在捆绑人，但是救恩是在释放人。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说，来，罪过会捆绑人，救恩能释放人。是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如果说他们忠心顺服有多久，圣经就会记载，那国内平安，国中平安就会有多久。很特别整个都是这样循环在走。但是到底能够平安度日有多久，就在于他们顺服神有多久。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提醒，我们总是盼望我们真的都是顺服神的，顺服神的真理，行在真理的道上，我们就是行在恩典之路上。阿们呀，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哈。所以我们俗语有一句话，就是饱软思淫欲饥寒起盗心。饱软的时候就是有钱又有闲，对不对手就会痒痒的，然后就想要做一些比较刺激的事情。对，然后呢就把道德啦伦理啦也许就会摆在一边因为我们觉得哇，我们超厉害的，太有钱了，不晓得要做什么做一些违反平常会做的事情。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好，那饥寒起盗心，确实是这样。如果我们太贫穷的话，我们就会想偷一点拿一点，有没有多一点点我就不足嘛，就多一点给我。对，这个是确实是表达了我们人跟物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冲击。那你了解吗？牧师在小时候，我们村庄一户是有钱人家，他是店主所以他有很多的田地包括我爸爸也是跟他租田来耕地的他是我爸爸是佃农嘛他是店主对。然后后来小时候我们也听得不太很清楚但是听说他娶媳他娶了小老婆以后，我们走过那里的时候，总觉得这是罪恶的地方。虽然那个房子很大空间很大，围墙很高但是走过去这个是，所以很多人走过去都会怎么样？
论断几句话这样。这是我小时候的台湾的社会哦。但是呢，我到现在才发现呢，好像这个世界的观念不太一样，对不对？很有钱的人觉得怎么样？人家哪一个姓王的可以娶几个小老婆嘞？对不对？对不对？有吗？对不对？就想说，你看他超厉害的，想到的就是他，男性的荷尔蒙很强。没想到说，他已经把我们的社会带到哪里去了？这整个价值观都变形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是不断的在改变的。那是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在这里行得通，在上个世纪是行不通的。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了解我们怎么样执着在真理之上，这是必要的。不要让我们的生活逾越道德的底线。阿们。所以牧师以前就提醒，几个月前就要提醒我们不能直接穿黄线过，对不对？对不对？黄格子线不能超过。你们没有超过的，没有越过的举手一下。感谢主。好，放下。我如果说有越过的，可能大家会不好意思。我告诉弟兄姐妹，从牧师说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全家就是按着交通的这样规矩来做，这是我们可以一起的。好，虽然这个底线是很少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依然成为基督徒，我们说对，我们还是要奉公守法，这是我们基本的公民就应该做的，好不好？求神帮助我们哈。因为上次有这样的一个车祸以后，我们问警察说这个确实是不能，但是到如今现在还有很多人这样在走，对不对？还是有这样在走。求神给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的话，神更会帮助我们。所以求神给我们有了解，我们如果用现在的道德的模式来自律的话，还是没有办法胜过自己的欲望，还是没有办法让这个环境、这个社会能够回归到神的真理里面。但是当我们寻求那灵性属神的，寻求神的心意的话，我相信我们就已经走在蒙福的道上了。阿们。这是基督徒你我都可以来努力学习的哈。所以如果如此的话，就是我们已经选择在耶稣基督里，不是在法律之下，我们是选择在耶稣基督里，我的灵魂就是可以苏醒的，可以控管我的灵、我的魂、我的体，让我天天活出神的喜悦来，这好不好？这是必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牧师就提出第一个就是转向呼求永活的神，这是我们人应该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有读士师记第1章，你就会发现有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没有感触，没有感触，不断的重复。你知道重复几遍吗？就短短的第1章有8遍，有8次重复的。这个族的人没有赶出哪一些异族，这个族的这个支派没有赶出哪一些的异族，哇，这样不断的重复，没有赶出，没有赶出，没有赶出。亲爱的弟兄姐妹，完全的顺服跟一点点的不顺服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如果是选择性的顺服的话，那在耶稣的眼中，那叫做法利赛人。因为耶稣责备那法利赛人，他们是经法师，他们是在教导以色列人明白摩西五经的这一些的律例的，但是他是选择性的来自己守法。好，所以耶稣责备法利赛人，责备到什么样的情况？说他们是像粉饰的坟墓一样，外表是漂亮的，内里是怎么样？是朽烂的骸骨。哇，那严不严重？真的很严重哦。所以
如果我们在信仰上，或者在跟父母的关系当中，我们是选择性的顺服，那是谁做主？还是自己做主啦？对不对？我在选择上帝啊，这一条我没办法哈，拍谁哈啊？那一条可以啦，可以商量的。不，愿神让我们能够看见，不断的重复他们所做的，就是没有赶出。神要他们完全的赶出这些异族，不能让他们留在以色列的国度里面。但是以色列人觉得说，他们的劳力很强呢，哇，都可以当做我们的外佣，那不是很棒吗？我们需要，我们就可以省一点，对不对？可以在那个橄榄树下、葡萄树下，怎么样？吹凉风，泡个喝茶，喝一个红酒，但是他们因着这样子来离弃了神了。所以圣经就这样记载说，后来有别的世代，就是下一个世代兴起，他们就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所以他们就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力。所以这是在士师时代的时候，以色列人的情况是这样。所以从这里让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为什么他们那一代的人已经不认识耶和华，这是谁的责任？是上一代的责任啊。所以这是提醒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很执着这份信仰，很棒的哦，包括小组奉献，我们都有跟上啊，培育都有跟上，但是不能你自己守住就好，不是的，你应该要把最宝贵的这属灵跟属家的产业，最棒的资产，一定要好好的传承下去，不然的话，你的下一代不认识神，不是他的责任，是你的责任，是你的责任哦。好，但是我们看见这些百姓，只要他们回转呼求神的时候，神就顾念他们，就即刻有行动，要来做拯救的工作哈。所以我们的神是永不背约的神，阿们。我们一起来说，来预备来，我们的神是永不背约的神，是的，我们的神是永不背约的，你要相信我们的神。那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因为他们背离了神，拜偶像，所以呢，第一个神所兴起的士师叫做俄陀聶，是迦勒的侄子并且也是他的女婿我们在约书亚书的后面就可以看到这一段的故事但是我们看见圣经在第1节就告诉我们，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他为什么他留下这几族？其实不是耶和华留下的，是以色列人没有完全顺服，把异族除灭或者赶离，所以就留下来。但是因着他们留下来，在今天就成为他们的考验因为神要看以色列人在异教这样兴起的时候，因为你留下这些人，他们越来越多人对不对？越来越多人的话，那个影响力对社会要越来越大。哇，他们崇拜他们许许多多不同族的偶像这个偶像林立在整个以色列的境内，他们居住的境内的话，那就看以色列人有没有办法把持他们原来的信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忘了耶和华上帝，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们崇拜淫乱的巴力，所以他们也容许他的儿子娶外族的女儿，也容许他的女儿嫁到外族去。那你就知道吗？这样子的一个婚姻的妥协里面，就是把偶像带进以色列的家。有一次我到竹子湖去，就有看到一位包着头巾的原来他是穆斯林的女孩。我说哇，他说他嫁台湾人。我说你嫁台湾人，哇，好棒啊，你就可以永远住在这里咯。哇，他在那里工作。然后我说那娶你们
穆斯林有什么条件吗？他说有，只有一个条件，很简单，就是要娶我的先生，他要成为穆斯林，就这样而已啊。我说哦，就这样而已哦，就这样而已哦。如果他是基督徒，为了要娶你，所以他要改教咯，他要叛教，他要信奉穆斯林，然后要把他们的神明带入他们的家。他说这很简单，你觉得简单吗？嘿，当时候以色列就是这样，所以整个异教偶像崇拜的盛行，都整个感染了以色列人的家。所以这是神为什么要刑罚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神就兴起了米索波大米亚王，对不对？古撒利撒田，哇，这个王神就让他有权柄来统管治理以色列，苦待他们几年？8年呢，8年。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到底以色列命运的转折点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呼求耶和华，他们呼求耶和华，他们转离了他们的这一些，发现他们已经不行了，因为他们在苦读当中，在失败里面，他被欺压当中，他们大概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他们才想到，好像有一位神可以帮助我们，好像我们过去的列祖就是靠着他到今天的，但是我们已经离弃了他，所以他们不好意思，一直哭，他说耶和华神啊，当他们呼求神的名字的时候，神就怎么样？发现他们转回归向他，就兴起了一位拯救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这个呼求原来的意思还可以说是哀哭的来祈求，求救啊，救我啊，救我们啊。这个意思表达他从内心里面内底里知道他已经无路可走了，他已经绝望了，整个家庭，整个家族，整个支派，整个以色列快亡了，所以他们就这样的哀求神，神就即刻兴起了救援，对不对？所以即刻救援有看过吗？对，我们的神就是即刻救援，从不误事的神。阿们。你跟隔壁说，神即刻救援，从不误事。来，是的，这是我们可以清楚看见的。然后我们也感谢主，神兴起了这一位士师俄陀聶，他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他出去征战，然后赢了，对不对？打战得胜的，很特别。在旧约当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描述，耶和华临到他，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这是我们可以在旧约里面就可以清楚看见，神所拣选的，他的灵就护庇他，赐给他能力来完成神所托付他特别的任务。不管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约书亚，对不对？到大卫都是的，我们都可以看见，他们都是因为神的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才得着能力呢。所以感谢主，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更应许我们，他向天父求天父赐另一位保惠师给我们，就是圣灵，对不对？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啊。所以圣灵来，教会被建立，对不对？所以教会是靠着圣灵来建立的。而我们说耶稣离世的那一天开始，圣灵的降临，五旬节开始，就是圣灵的时代。所以成为基督徒的你我们都是靠圣灵行事的，我们都是靠圣灵感动的。今天早上你能够来到这里一起敬拜，我100%跟你说，这是圣灵带你来的。你说牧师啊，不是啊，我昨天就决定要来。不，你昨天的决定是谁给你的？圣灵。如果不是圣灵给你的，出于你的血气的话，你会想说，今天天气好像还不错，
太阳没有那么大，是不是该出去？圣灵说出去礼拜，对不对？好，然后又看一看，想一想，朋友在邀呢。上个礼拜给他说不行，但是今天好像很累哦，是不是今天就10点就应该出去？圣灵说出去礼拜，对不对？这是圣灵的感动而来的。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明白，天父说他已把最好的礼物给我们，就是圣灵，而这礼物是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它可以保守我们免去一切的试探，脱离一切的凶恶，常保在主的爱里。潘牧师，你注意听啊！早上第一堂我说这个见证，当时候你们不在，但是你现在在了，你要帮我做见证了啊！我认识潘牧师的时候，看到哇，怎么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上帝最美的杰作都在她的身上，所以我就暗暗的流口水。你知道吗？我跟他交往的过程，我一直有冲动，你知道吗？一直有冲动，要满足那个冲动，对不对？哇，真的受不了，怎么办哦？但是圣灵就一直提醒我，你爱他就要保护他，你爱他就是要保护他，并且你要保守你，不逾越界限，让你们的婚姻成为我最大的祝福，让你们的婚姻那一天能够享受神圣洁的性爱里面。真的是哦，我非常的克制吭制哦，你了解吗？看起来就是很好吃的东西，对不对？我跟他形容是什么？我形容你是什么？秀色可餐。那是我心里的话，哇，秀色可餐，一直流口水。年轻的时候，真的那种冲动，若不是因为有信仰提醒，不断提醒我，我会逾越。但是我感谢神，让我因着圣灵的提醒，让我从小有这一份信仰，叫我知道怎么样持守在神的祝福里面，所以我坚持到婚姻的那一天。所以结婚的那一天，潘牧师都很紧张，因为我从开始到晚上都一直笑着。他在上个礼拜还在亏我，说他看我结婚那天都一直笑着，不晓得是笑什么啊。我没有告诉他，因为秀色可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牧师亲身的经历。因着这样，我就相信神也要祝福我们永光教会，因为神让我在婚姻上可以成为榜样。在年轻的时候，我走过的这样一个过程，也勇敢的，这是第一次哦，第一次哦，以前都没有讲过。都是第一次的跟大家坦诚的来分享，因为圣灵有内住没有内住，那差别很大，这是必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拥有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就是圣灵。你有吗？你有就见证，跟隔壁说，我有最好的礼物就是圣灵。来，阿们。所以感谢主，我们看整个经文在最后第11节是这样描述：于是国中太平40年，然后俄陀聶就按着神给他的岁数就死了。那为什么国中仅能够太平40年？哇，这个可以让我们思考，对不对？因为怎么样，饱暖思淫欲啊，太平以后啊，大家就享受的安逸，有没有？既然安逸，有钱又有闲了，就做一些比较特别的哦，把那个道德啦、信仰的界限就逾越一些，但只要逾越一些，那个罪就控诉你，就抓住你了，你知道吗？
哇，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以色列人又行又治，就是表示什么？又来了，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我若不将过去的过犯罪性交付给耶稣，与他同定十字架的话，那恶者就抓到我们的把柄，不断的对我们控诉，不断的咬我们的耳根说啊，你以前怎么样，你不要忘了，你不可能以为耶稣爱你，不可能啦，你不是好的，你不像周牧师这样，对不对？你不好的我都算得很清楚，上帝也算得很清楚。但是你不要忘了，你既然信靠耶稣了，他的宝血就把你过去的怎么样，全部洗净了，对不对？既是洗净了，撒旦要跟你算，你说对不起，在十字架上了，你去找耶稣，我也已经忘了，可以吗？是可以的，这是绝对可以的一件事情。不要被撒旦的谎言把你打趴，让你永远好像没有办法起来，没有办法享受神给你的那一切的富足丰盛信心跟盼望。不行，那是恶者的谎言，继续在捉弄你，继续在辖制你。我们不要被这些的辖制，我们一定可以的，因为在神凡事都能。我们不是说假的，是真的。阿们。这是我们要确信的一件事情咯。所以如果你有圣灵来，圣灵光照你，提醒你，劝勉你，安慰你，那不是很棒吗？并且如果你活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要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过去的斩断的我就不再纪念，过去的不要再数算了。夫妻当中，亲子关系当中，不要再数算过去的那一些你不喜欢的，就要把它斩断。为什么还要再重述呢？过去的就要斩断，因为是靠耶稣基督的名，不是靠你自己。你自己的个性什么不容易改，但是可以改吗？绝对可以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放在你们当中，有什么不能放下的？他都为你舍命钉在十字架了，你还有什么不能放下？他放下了所有世上一切的权柄，神给他的，他都甘愿放下了。我们放下的又是多少？只是有时候是一个小小的面子问题，为什么放不下？哇，这是你我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求神帮助，不断提醒我们，如此我们才能够真的在基督里面可以领受那复活的能力。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神所喜悦的生活，也成为有见证的，也可以成为我们后代儿女他们极大的榜样跟祝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圣经岂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吗？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你的势力，不是依靠你的才能，乃是要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阿们。是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天天要去不断提醒的。愿神帮助我们。你跟隔壁说，依靠圣灵方能成事。来，是的，这是必要的。有一个主角，就是虚构故事的主角，叫做怪医杜立德。有看过他的漫画，或者读过他的故事书，或者有看过电影的举手下来。不错很多人这个怪医师他超厉害，可以跟动物对话，对不对？带来很多的欢笑。然后很重要的是，这个原作者是休洛夫廷。他最初写作的动机是因为他在第一次世界战争的时候，他成为阿兵哥，然后在炮声累累当中，他在战壕里面，他想到他的孩子，让孩子在父亲去当兵，那绝对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不晓得什么样的时候会有什么噩耗进来，对不对？所以孩子家庭都活在不安恐惧的环境当中。所以呢，他就为了他的孩子来撰写了杜立德的故事。哇，很多人，这些粉丝们都很喜欢在那里享受这故事的欢笑喜乐。但是你知道吗？这就是作者洛夫廷
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异想天开的来想象，然后让这些的故事充满了喜乐欢笑，让他们的孩子，因为他不但是写故事，他还画插图，好啊，所以让这些的故事来对抗战争的这些的恐惧呢，很特别，哇，真的是很特别。所以我们看见，如果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有人面对了极大的挑战、困难的时候，但是他还是保有一颗盼望、一颗信心、一个喜乐的灵的话，我们会说：哇，这个人很棒，对不对？对呀。所以我们看有一些人，他罹患了癌症，但是有两种不同的表现。有的人觉得医生说了算数，所以3个月可能就不过3个月，对不对？但是有的人不会把医生说的成为算数，他说神说的才算。他用信心仰望，那神给他的，让他的身体能够在主的保守里面，让他的免疫系统、他的细胞强壮的，可以来支持他整个的生命跟生活。所以我们就看见啊，对，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呈现的话，那我们就看见哇，他的年数不是在医生的手中，是在神的手中。我们有这样的见证没有？家里有这样见证的举手一下好了。对，有人举手哈，对不对？都有见证在我们当中。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深信我们这一份的信仰是真的可以帮助我们的。所以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那善是什么？善是从神来的，那个信心、盼望，那个意向、能力，都是从神而来的。这一切善的可以帮助我们来胜过所有的恶。那恶包括什么？不好的环境，对不对？不好的意念，不好的病痛，不好的人际关系，不好的经济情况，这一些都可以调整，并且在神的祝福当中，让我们更多经历他的同在。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尽心尽力来传承基督的信仰给下一代，不要让下一代遇见困难的时候，他说：爸爸妈妈，你信的耶稣是谁呀？对不对？爸爸妈妈，你们去教会那么久，你怎么都没有带我去，或者都让我自由呢？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榜样，成为做榜样才有见证哦，让孩子可以看见我们这份信仰的价值在哪里，的祝福在哪里，那才是能够把这份信仰继续传承下去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说啊，这是一个很自由平等的世代了啦，对不对？所以过去我在我们的信徒当中也有听这样的，宗教是个人的自由了，对不对？我信我的耶稣啊，我的孩子他不信耶稣没关系啦，他不去教也没关系啊，因为他是他的自由。就是怪了，对不对？所以牧师说，教育是个人的自由，对不对？因为宗教也是教育啊，所以教育是个人的自由。孩子不想上学，你就不要勉强他。如果我这样教大家，你们觉得怎么样？牧师你讨个派呀？你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吗？应该是不会吧？连社会都不容许，对不对？你孩子不上小学去，一定有人来关注，对不对？到底是怎么样了？孩子为什么时间到了你不让他去小学，对不对？国民应尽的义务包括受教育，不是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了解，宗教是要传承的。宗教不是都劝人为善，宗教一定是劝人为善，但是在基督的信仰里面，不必劝人为善，人本来就应该行善，这是人
本身应该要的。因为你在整个我们是社会的团体里面，大家都行恶的话，你还活得下去？我还活得下去吗？当然是要以善胜恶嘛，对不对？所以行善是次要的，是本来我们要做的。但是基督的信仰是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有永恒的盼望，让我们的生命在任何的处境当中都知道，我不是单打独斗，我是有上帝护庇的。上帝必差派天使天军来护卫我，因为我就是天父的儿女。阿们。这等身份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我们这一份信仰是多么的可贵，并且要好好的来传承下去，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所以求神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榜样的基督徒，特别在你的家，你的信仰的呈现一定要是一个榜样。所以我们教会在推动5重的祝福，主日礼拜11奉献，小组生活的聚会，晨更的祷告，培育学校，这一些5重的祝福，我们如果你看重这份信仰，你应该要做到，要做满。这样你就可以把最好的留给你的子孙儿女们。这是一个榜样，并且是对家是最大的一个祝福。所以求神把这样的一个感动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也让我们真的能够实践出来。我相信这是神喜悦的。所以我们负责呼求，上帝负责怎么样应允，那棒不棒？就怕我们不懂得呼求，没有信心呼求，好不好？你跟隔壁说，来，我们负责呼求，上帝负责应允。来，对，愿神帮助我们在今天神的话语当中，我们继续读士师记的时候，还是会有那个不断的回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每一次都要提醒你我，对，我们真的要持守在这一份的信仰当中，我们不要让自己掉落在罪恶当中。罪恶那个是无底的漩涡，会把我们越拉越下去。以色列就是这样，那个漩涡越绕越沉沦下去，越沉沦下去。这是士师记给我们看见的。好，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来，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4章6节。再一次来，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4章6节。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得圣灵的感动。现在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一起用祷告的心来唱这首诗歌。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是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
降临，我们呼求你而呼，设立你宝座在这里，你闭着眼看着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无形真理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这是呼求的时刻。当我们呼求，神就应允要祝福我们，好不好？为你自己本身的信仰，再次跟主说，我要更接近你，我要更求圣灵更多充满我。也为你的家的信仰来祷告，因为最棒的传承就是基督的信仰，以这为基础，可以建立神极大的祝福在你的后代、后代、后代。好吧，我们举起手来呼求主的名。以后我们为自己的信仰、为家庭的信仰，我们跟主求，预备来，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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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你，是你圣灵感动我们、引导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灵在这里运行，你的灵运行，所有的运行，你透过我们渴慕你，打开我们的心的时候，你就内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强的灵人，让我们是靠神你来行事的。主，我们祈求你，让我们的信心更坚定，让我们更知道我们的一切都在神你的手中。主，在人看我们也许是愚笨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信仰，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我们一切的基础。谢谢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祈求的，就是让圣灵更多充满，圣灵让你更多的充满我们，更多的充满你的孩子，更多的充满你的女儿，让我们经历你的同在，让我们享受你带给我们的一切的喜乐跟平安。我们也为我们的每个家庭向你祈求，让我们每个家都成为如此的喜悦的，以基督为我家之主，让我们经历你的同在。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享受你的同在。主啊，你要我们隐藏在你里面，因为你必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外来对我们的攻击，对我们批判批评，我们都在你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天天更新合神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家交你手中，把我们的家，我们愿意交在你的手中，说主啊，你来当我们的一家之主，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你把你百般的恩赐赐给我们，让我们的家成为敬拜你的，成为服侍你的家。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里，你闭着眼看着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无形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无形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我们用掌声来欢迎。他的宝座设立在这里，圣灵与我们同住，阿们。
与我们同行。阿门。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奉献是信心的行动，也是回应上帝的爱。现在，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世人作见，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重新的力，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地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你。会众请起立。日道主，世人作见，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重新的力，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地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你，恩上加恩，地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你。会众请坐，请牧师事工分享。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教会进来的事工。好，这个影片呢是在我们上个礼拜呢，全台的，等一下哈，等一下。全台的在新竹圣经学院的一个牧者的一个特会。那我们的教会呢，也有许多的预言的同工，意向预言的同工，到新竹让很多的牧者大大的受到感动。所以感谢主，也让我们能够用这样的恩赐来分赐出去。所以这些的牧者们也因着他们大得激励，并且在教会里边，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心，就是他们看见盼望在于神。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好，我们的干事同工，他们的摆上，还有这些的牧者，牧师在那边带他们的团体的互动，还有来自各地教会的牧者，他们的教会都非常的兴盛，在那里跟牧者们分享教会的复兴。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就是从圣灵来。这个教会是我们的年轻人，我们的幼任现在到嘉义去读书，所以现在就到其中有一个牧师的教会。他们到那个教会，听说他们的年轻人，高中、大学，哇，里面的年轻人全部通通要献身当牧师。
好，就是这个嘉义荣美教会哈，所以我们右任现在来到嘉义荣美教会，他们现在就在那里聚会，因为他在那里就学。这就是我们的永光的 RPG， 周牧师来带所有的牧者，他们都来操练 RPG， 可以带到教会，鼓励弟兄姐妹 RPG 的祷告。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这是我们的预言团队，哇，他们对牧师来预言，很多牧师，大部分的牧师都没有这样的经历过。呀，感谢主哈，哇！那在我们的教会的设计当中，他们呢一进到房间check in 的时候，一进去房间，他们就在他们的房间的床上可以看到一份迎宾礼，是吧？所以呢，哇，周牧师呢，我们就请我们同工每一个房间每一个牧师的他的床上。一进门 check in 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份迎宾礼，还有手写的欢迎卡呀。每一位牧者，每一位师母都是神的仆人，都是值得被尊荣的。而我们教会的设计那个现场我们看到那个拱门灯，都是我们建宏设计的哈。里面所有的都是我们永光教会同工我们出动了将近40多个人到了现场，然后去服侍他们。这真的是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得着的恩典能力都是要跟人分享，不是自己独享，这就不叫教会了。所以我们要分享出去，小组也一样分享出去哈。好，那在我们还没有消息报告之前呢，我们要先来颁发我们的信仰奖励金。好，我们的信仰奖励金就是在这上半年1到6月，我们的儿童牧区，我们的青少年牧区，从国中、高中、大学，那他们在灵修笔记，还有在读经的笔记上面，还有出席各方面，他们都有达到那个次数的他们就能够领取这个奖励金，一项就可以领到800元，好，然后儿童是500元，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在后面预备好了。好，我们先请青少年名字在上面的，来，青少年来到前面。好，青少年来到前面来，我们热烈掌声，哇，鼓舞他们来。好，你们排在这边上面。好，儿童牧区跑步进场。好，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儿童。好，这些的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用信仰建造他们的根基，所以呢他们也有他们的成绩啦，还有他们属灵的部分很重要。他们是每一个礼拜，他们来到青少年牧区，还有儿童我们的儿童牧区亲子礼拜，所以在他们的生命里边就是这样子来建造他们。所以我们用教会呢花一些钱，然后呢来鼓舞他们，让他们呢在生命的历程里面有教会来陪伴他们成长。阿们吗？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来派一个代表来，青少年来派一个代表来到前面来，请周牧师来颁奖。好，以乐，好，以乐组长。好，来代表领奖。好，来请周牧师来颁给我们的青少年牧区以乐来。好，感谢主。好，再来，我们请我们的儿童牧区的代表。好，陈爱，好来，还有谁？好，多加，来2位代表。哪一个人？好，往前，好来，好，好来，请回去。好，我们要来为他们来祷告，来，我们一起来为他们。主耶稣，我们要为青少年牧区、为儿童牧区，主在他们
这个成长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主啊，透过他们愿意跟随主耶稣的脚步，跟随教会的老师，跟随这些属灵的长辈们，主啊，他们在生命里边有了好的榜样。主，我们就看见他们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根基，以至于他们在未来，他们在读书，在人际关系，在自己的性格，在他的 EQ、IQ、SQ 上面都样样长进。感谢主，你祝福他们，不论他们这次有没有领到奖励金或没有的，主啊，你同样要加在他们身上，特别在那没有人的身上，主啊，你让他更加的渴慕从神来的话语跟能力。主，你必叫他们成长，成为在家里面祝福的管道。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好，那你们请来，好，请退场。好，来。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我们下一个报告。来，好，那这是我们本周的导读，我们一起来攻读，来把黑色的字请：耶和华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再一次，耶和华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哇，爱神的人如什么？然后呢，亮晶晶的意思啦，哈！哇，感谢主，这是神要赐福给我们的。好，接下来，好，那我们刚刚有看到了这个影片哈，持续为全台湾的牧者来祷告哈，让接下来的末世整个教会都要复兴起来。好，我们的兆民牧区呢，昨天呢有一大票的人，有2台游览车，70位，有28位的 Best。他们一起去出游，在那里跟Best 有一个很好的连结哈。感谢主，让我们这些所有的弟兄姐妹，他们用花这样的时间陪伴，真是带出了圣灵美好的影响力在他们当中。阿们，阿们。他们后续也会继续跟这些的桌群的这些 Best 继续的连结，他们成为这个牧区的一个人工鱼礁的一个机会。感谢主。好，再来。好，那下个礼拜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机会，就是受洗。受洗是那如果你在下个礼拜你有一个感动，然后你今天就可以来报名，可以来报名。我们在现场还没有受洗的，请举手一下。还没有受洗的，在现场你还没有受洗的，好呀，好，还有吗？好 ，OK， 好。你们心里面呢，圣灵感动你们，然后让你们知道你们是被爱的，而且神他用极大极大的他的恩典，就像流水一样要注入在你们当中。所以牧师鼓励能够期待，而且也鼓励你们下个礼拜就可以来受洗哈，让神大大的祝福你，引导你未来的道路。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天是定为我们永光教会中央空调的修缮奉献主日哦，哈，下个礼拜，那我们要整个中央空调的设备都要换新，因为已经老旧。那我们的总预算呢，大概要400万元，所以呢需要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奉献，现在已经有77万。我们弟兄姐妹非常的爱教会，在奉献上也非常的热络。神要继续的祝福我们，凡为主所摆上的那个能力、那个福杯满意都在我们的身上哈。所以我们下个礼拜我们记住这个日期。好，那下个礼拜有长执会跟小会。好，接着下个礼拜是幸福小组的启动，我们的副长我们的组员我们都回到教会，然后我们的副长需要上台来接受牧师的祝福跟差遣。好，门徒营在上个礼拜呢，我们有结业10位，所以在我们受洗的弟兄姐妹们，牧师都鼓舞我们，凡进到永光的，你不只是在社会上有知识的一个学习的历程，灵性上也有学习的历程哈。所以呢，我们来加入到我们的领袖培育学校哈，大家来接受装备。好，接下来是昨天的有我们的精兵营，精兵营呢来到精兵营大概都要
预备要成为小组长了哈。那他们的生命都更加的成熟了。昨天呢，听到他们见证，非常棒。特别在金兵营呢，开始要操练怎么样牧养，怎么样协谈。好，所以昨天他们操练之后呢，哇，他们深感受，哇，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在这里，金兵营的举手一下，有没有金兵营哪一位？好，有金兵，还 OK， 好，建宏啊，来，建宏你来一下，来，预备麦克风，马上 cue 他，来，他昨天金兵营结业，然后你有没有报领袖班？有哈，好，那有没有吓到？啊，吓到什么 ？OK， 好，来，跟大家分享，简单分享啊，1-2分钟。你昨天在金兵营里面，你有什么样让你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动，印象最深的？跟我们弟兄姐妹其实金兵营从早上到下午，其实，在金兵营里面，其实你会学习到更多圣灵的感动，还有包含我们在教会的服事的一切的所有东西部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透过培训学校所学到的这些东西部分。那其实还有包含像我们其实马上就忘记了，对，还有像协谈、牧养，这些都是有技巧性的部分，这些东西，还有意象部分的领受意象这一类的东西，在金兵营这边来讲，你都可以学习到这样的一些技巧跟这样的一个能力在。那我们应该是要我们在当天也得到了圣灵的一些恩赐的一些能力部分，等等这些部分都是在培训过程中所得到的。那以上。你跟你太太协谈，然后呢？昨天发生什么事了？没有啊，昨天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在生活上来讲比较容易冷落到了老婆上的本身的一些感受的部分。所以昨天透过了协谈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技巧部分，那也跟老婆这边来讲做一个协谈的一个沟通，对，达成了和平的协议了。哇，他很厉害，昨天马上学习，把那个协谈学会了，马上就套用在他们夫妻的关系上面。所以呢，昨天2个夫妻呢就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沟通，然后呢，关系，昨天晚上有变好吗？有。好啊，你那个牧养的协谈，你说那个协谈这样子的协谈，你学到什么协谈？要有什么开放？我们要那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协谈的过程中，基本上我们不能是用结果的方式去协谈，而且要有过程式的方式去做协谈。然后至于什么叫结果式的协谈或过程式的协谈，你们来报名参加就知道了。所以呢，他学过那个协谈之后，然后要有助人的热情，然后要敏感力强，然后呢要有诚恳。所以呢，他就说：“你说你的小组长，我的自豪，对我的小组长自豪我都给他4个字而已。”有容乃大，为什么？因为他很包容我因为我很皮，所以他很包容我的所有的一切部分那我真的蛮佩服他的他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上对我的一个包容，对我的一个他包含着他的耐心他的一个服侍，他的一个态度，他基本上就是我们小组的一个榜样对，所以让我有一个学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榜样的一个机会的部分。哎呀，谢谢这位金兵，感谢主。他说，终于他才明白，上了这个金兵，他才知道。为什么他的小组长这么有耐心，就是这样养成的哇！所以呢，他现在开始要当一个乖小羊了，要不然他都一直咬他的小组长。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的培育学校就是在建造我们，不只是用在教会，更重要的就是你用在你个人身上，跟你的家人身上，还有你的职场上好，把这一切荣耀都归给神。好，再来，好，关怀部要开会关怀部同工要注意一下。好，接下来，哇，这么多！好，祷告的柜垫，永光教会呢，我们现在呢，我们克制了我们永光的祷告柜垫，一个100块，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祷告，还有在家里面也可以祷告，非常舒适所以我们可以来购买订购到预定是到928。好，接着，好，那下午呢，在后埔在哪里啊？后埔长老教会有牧师要就任，所以呢，潘牧师要去担任司仪所以等一下牧师又要出发了。好，再来，那妇女事工部的活动我们也来留意一下。好，接着持续的为我们的信志长老、永伟长老还有明贤长老这
3位大佬，3位长老哈，民间长老已经出院了，永伟长老呢，他们都在直播上看着跟我们一起敬拜哈。那我们来跟信志长老好不好？我们跟那个荧幕可以跑一下。好，我们跟信志长老说：“信志长老平安，跟他挥挥手。”信志长老平安，还有永伟长老平安，民谦长老平安。感谢主。那我们的永伟长老呢，明天应该就可以出院了哈。那信志长老会可能还有一些短暂的时间要在医院里边，然后给他更多的营养，让他更胖这样子更有肉哈。是，所以我们持续每一天的 RPG， 我们的 RPG 不要冷却下来。好，你可以参加晨祷。晚上的 RPG 是依然因为更多的祷告，你自己更多的力量跟恩典在你的里面哈，所以我们每一天小组长不要松弛下来哈，要持续的来 RPG。那在祷告当中，为这些病痛的弟兄姐妹，还有其他没有在上面的名字，我们都来纪念他们。好，那我们的余胜宇，我们的姐妹余胜宇呢，妈妈。何义妹姐妹蒙主恩召，所以呢，在下个礼拜3上午10点，在新竹的二重埔教会有一个告别的礼拜。那牧师还有我们的长老呢，我们会代表去参加哈。那你如果有个人想要去参加，那么你可以直接来洽询肖家信弟兄可以来问他哈。好，接下来。好，我们要来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念左。来，念左在哪里啊？哇，请站起来，陪同学来永光哦，哇哦！所以呢，你的同学是，来，我们下一个来，来，我们看一下名字，来，我们的名字秀出来，名字。哇，这个名字有错吗？哇，你要拿果哎！神给你的名字非常特别，你是守护在神的国度当中，所以呢念左，然后跟拿果，所以拿果你是基督徒吗？家里不是，所以你们2个都不是吗？都还没有，你也还没有哇！感谢主哈，好，所以呢，神今天要给你们一个很棒的礼物耶！呀，是感谢主，好来，上帝大大祝福你们。好，那请坐，请坐。好，我们还有新的朋友在我们当中吗？好，你看一下你的左右隔壁，好，那我们感谢主我们如果还没有受洗的，下个礼拜是很棒的受洗的机会。如果你还没有你的那个会籍没有在永光教，我们也非常的欢迎。所以呢，念左跟拿果，我们呢一致的欢迎，也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青少年牧区。青少年牧区，掌声加喊叫呼喊。好，那我们的迎宾团队来接待你们有礼物要来送给你们。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同起立，用我们的热情来祝福。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大大的爱哦，耶稣爱，好，把你的爱传送出去，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想左想右转，耶稣爱你，他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有没有看到弟兄姐妹的笑容？有哈，来你跟他比一下 I love you， 把你的 I love you 传出去，来传远一点，传到后面的 I love you。哇，感谢主，
我们仍然站立，我们请主任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的祷告。愿那应允我们祷告耶和华上帝，他的光照你们，让你们生命当中有耶稣基督成为最好的 partner， 并且让你们的家都归在耶稣基督名下。也愿圣灵引导你们每一天的脚步，经历他的丰盛跟带领，把平安多多的加在你的路上，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平安，跟旁边人说下个礼拜见，下个礼拜见。阿们，大家请坐。才是枷锁，闭上眼睛专心听你声音，你呼唤我 and say I'm free。